我就係蛙王叔叔啊！好啦，咩叫藝術呢？嗬，不知從何處開始，亦不知從何處結束。創作是好，不創作是好。藝術即蛙，蛙即藝術，即係藝術就係青蛙嚟㗎。咁啊，同呢個生活打成一片喎。就係對我而言呢，藝術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藝術。其實呢，日常生活裏邊有好大部分嘅時間都可以將佢提升出嚟做藝術嘅。咁啊，我有個韓國嘅太太，佢煮飯俾我食，擺出嚟嗰個台面嗰啲飯菜呢，我就會寫一張字，隨手咧都有相機準備㗎啦。咁啊，見到好嘢咧，影翻張相啦，係咪？咩係青蛙藝術咧？我青蛙藝術咧就好開心，好搞笑嘅，大膽出位。咁你最中意係邊一份作品呢？咁其實咧，所謂滿意咧，你揾到一個適當嘅承載器咧，咁能夠喺個特定嘅環境時空裏邊發表自己嘅心境同埋語言呢，就係一件滿意嘅作品㗎啦。咁佢其實係一個10幾摺嘅一個屏風嚟嘅。咁呢，因為我做嗰啲行為藝術啊、裝置啊、繪畫、雕塑好多嘢嘅，我影埋好多相。咁啊，揾到呢個屏風呢，就係成為一個好適當嘅 container 喎。你問我一個問題，你話是但揾一樣嘢嚟講講乜嘢叫藝術啊嘛？啱我手頭上呢拎到個廁紙喎，咁我講俾你聽咩叫藝術啦咁。拎翻出嚟呢，我已經做咗一件雕塑喎。呢件雕塑呢，就係廁紙放喺口裏邊，用我嗰啲口水咧一齊結合，好似燕子嗰啲燕窩一樣啊，好珍貴啊！呢件作品呢，就係一個行為藝術，而家就1500蚊呢，亦都好做一件藝術作品嘅，即係攞啲香口膠喺個口度照完之後呢，咗落個地度呢，跟住俾1500蚊啦，係咪？咁呢，而家我哋就即係比較少人做呢個香口膠藝術啦。呢個係蛙王嗰個總部啦，因為呢，我隨時收集咗好多嘢都放埋喺呢個位置嘅。佢啲東西呢都幾密集下嘅，我諗你哋都觀察得到啦。咁我喺身上邊嗰個裝置呢，呢一部分啊，就其實係一幅畫嚟嘅，係一種水墨畫，畫咗啲禾田，割咗禾之後，咁啊，我哋就畫咗個3袖度呢，係一種流動嘅展覽方式嚟嘅，配合個身體嘅動態。我叫佢做青蛙眼鏡，呢個頭殼頂有隻小青蛙，係啲 fans 送俾我嘅。咁我身上邊呢，有好多嗰啲標誌啊，有啲萬國旗啊，即係溝通國際文化之間嘅橋梁啊嘛。其實都係蛙王嗰個飲衫嚟嘅啫。